艺术水阁好，国清解说2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我去阮知己的遐，国清啊，我知我定咧听解文说理。国安对北部电台名主持人做下晡的时段，听众真济。甲你名共一个国，共国的我就去到伊的办公厅尔。好，我对伊的烫树就开啊，拖就甲掀啊。国清啊，你无你是来遮咧阿母吹风敲笑，即句俗语话，国兄咧讲诶，讲你来遮要敲啥货？阿母吹风敲，这就是过去农业时代老辈看迄阿母安尼，遮捅遐捅，遮落遐落，吼，干那要吹啦，吹看讲，敢有啥物物件通好食无？即句讲做阿母吹风敲啦。国清啊，就甲应啊，讲我来遮敲有原因的啦，你着看我即个货啊吼。一暝起来几落摆，还是膀胱歹上，毋是啦，歹困癖啦。你无看我安尼无头神。迄天我听你节目中咧讲，哦，对咱的头脑真好，迄样产品，摕2箍啊倒来食咧。结果谁知影讲吼，你安尼才趁钱，卖甲讲无半盒，我拖底嘛无，烫树嘛无呢。国清啊，莫讲我趁钱啦，国兄佫甲我应，我这是鲫鱼食水，喙会斗过啦。这俗语咧比评啥？你甲看。迄鲫鱼伫咧水底食水压，迄喙安尼压，毋过吼水对喙会斗一直流过，表示讲吼咱食的水有限。讲遐安尼表明就是讲我这过路财神啦，我总赚嘛淡薄仔尔，迄是公司赚较济。我讲讲兄，过路财神即个话是客气话，我知影讲你听众济生理好，毋过真正现。都摆甲安尼现场拢无半项咧归去啦，无我甲你买啦。国清啊，莫讲买，你若欠用，做你去仓库摕。我拜托谁？我看到伊的助手坐伫边啊，一个李先生，咱过去节目中嘛捌讲过。有当阵啊咧控音，有当阵啊咧整理麦克。我讲李先生，无你拜托替我走一撮，去仓库，甲我摕2盒迄个顾头脑的。讲来到这，讲遐佫甲我打，西牛找马无踩喙，国清啊。西牛找马，就是讲吼，你叫牛，西就是西数，就是拜托牛吼去找迄只马。这无踩喙啦，无踩工，毋免了迄个气力，规气万项，毋通拜托别人，你家己行较紧啦。国清啊，你对阮遮都足了解啊，仓库你家己去，毋免烦恼李先生嘛，毋免叫阿国啊。当然，国清啊，袂去人办公厅做即个代志，这是招你台语研究艺术的所在啦。